要是弄不错，他现在就等给的。但是马大红这些行的弄不错，让卡就他等给没牛牛都这么开始打比。他这关注忙不去拍多啊。现在马大红那里现在拿老了，俺那上不了主要的，俺看那做家不说谁没，俺也不赢谁没，俺也不赢这个钱谁没的。现在拿了俺人人呢吹下去，算咱到我老婆没给钱，俺那做家不说是年的讲讲没年钱，拿老吃，家不的卡巴第一多，我第一个钱年数啊。家国的卡巴第一个的开钱不的先生研究怎么办？钱是年了，哎呀，看那做，我这边呢，俺给出不去有培训哦，我这边安排了啊，想想热切吧，说不说热切？太阳有，干嘞，他给俺写字的呗，这个钱。有人嘛当上啊，叫住我们都工作，现在的钱，我这点确实不是提下去，他是闹交问题。咱们老哥做什么了？哎呀 ，OK， 俺看这个工作现在当差不了，确实说是人的事的，结果说是漏了。要不些年啊，一弄了，结果说是结果没年前，这个先别人做考完结果第一个多，俺这年过的，俺些年，所说是年都些年心没被打的，啥西，我那是打的哩 ，Let's go。家不错，Let's go， 家不错，多年了，那个去干都，回去走住，这里住到贴吧。Yeah。Let's go， 家不错，家不错，家不错，家不错。家不说，几座那 drop down 咱们是世界中年做家不说，丢了几丢了几多年的年做家不说，许多了青年没被来没听说的家不说，年不会过了几十六千的年做家不说，弄了米了天了就说敢听做家不说，前边给七多过年不青年听做家不说，让给了同族青年别个听做家不说，成年了龙家青年听长听做家不说，些东南他个不说那老说马的家不说，那路真最喷嘴没说的家不说，年不不比古代的年做家不说。说明点子冷丢垃圾就是你家不说，马诺不切我的，看电视古典那的别的可能诺不的，现在当然让了也家不点是我的点过，每天最天还家不点呢，看差不多能写错了又在场嘛家不的，让你了一我前面是同点定做家不的，只下那里我都是的打，木头些都是应该家不的当都，啥子不如如今都是当年听做的家不说，没同点家被米家也年听做的家不说，婆婆呀哥哥当年。钱不听做的家不说，铺场面我的生年有什么听做家不说，没把块却说人气的年听做的家不说，没有了考虑就年吃不了听做家不说，若把了有了吃足年听做的家不说，遇到王家也点着饼家吃你的家不说家不说，你家不得谁遇到空都虚饼家不说，没人一拉个没别明天做些家不说，他妈呀都当今年点一点些家不说，手机的手看里面家不说家不说耶，家不说。家不说，家不说。但我那家不得是越南圈子嘛，那不起我的，看出了家不得那让别那不是个人的，恰过嘛去打又有听着的气的神鬼密度，羡慕多点别对面说他们讲之前嘛先别给这越南三路当，地基了新年卡扎点不要赢，家不说，没几度肚子当年家不说，他不求花有年有着年就家不说，没几百来年古学古嘛了，家不说，没水长学青年恰不把别为了家不说，没印度青年古学难过家不说，我过了3节电年进大钱了家不说，独身说了那边苏大姐妹家不说，越在长嘛长嘛随年营上也不家不说家不说，电别来起对大把刚过青年家不说，日军的人年都是当年电别家不说，龙边那头住不住说年说不家不说，陆军那木龟说年也不听做家不说，耶家不说，家不说，家不说fuck you， 是些毛不可的3年3路当，没被家不是呀，自己的世界拍出呀我当过的，看出门就拍出当那扎啥了的，地来些那路线当年就这个那不吃的，妈的呗，
타가래 하고 대신에 또 붙이는 스타일이 등기 딜레이 딕지 야가 단수한 같이 해야 되다